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有一家伙啊，为外地到台南佚佗来包一栋民宿。东港大人甲一个小男童留伫个民宿来出门，阁袂记哩早锁匙。一等来到地，听到囡仔伫个内底骂吼，惊囡仔有危险，非常的着急。其中一个大人竟然是用爬哦，安尼爬起伫四楼顶，甲囡仔抱落来。 虽然最后状况是顺利来解除，也毋过其他民众看到这款的行为，大声来话讲安尼伤危险嘛，讲应该就爱找开锁的来开门，或者是联络民宿的主人来开门，这才是正确安全的处理方式。 穿白衫的查甫人爬起车库顶，煞来往2楼冲，又毋过真可惜。这锁的哦，到4楼无关。发现2楼嘛锁起来，现场几个人拢真着急，因为厝内刚有一个囡仔兄无大人，惊囡仔会发生危险。查甫人决定甲爬起来，互厝里的人看到是心惊胆吓。还在小心小心！你很夸张哎，我们没带钥匙。 查甫人打冷气式的挂机，佮打装边仔，刷来爬起哩翕沙石顶，下过去才顺利爬上4楼。毋过厝里的人嘛是真烦恼，直到。妈妈，看到囡仔平安无事，大家嘛总算放心啊。听伊讲，因开口走为外地来到台南省做规栋民宿，爱讲大人出街，煞袂记哩早锁匙出门，惊囡仔家己伫厝诶发生危险，才会真着急爱爬起哩。找邻居帮忙，或找属相来开锁就好。找人家来开锁，或者是依照儿权法的相关规定，6岁以下的小孩是不可以独处的。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，要寻求正式的管道，比如说找警察或者是消防人员，而不要单独利用危险的方式。警察讲无收到报案，嘛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学，若是拄到小伤的情形，请人斗3工，才是正办的处理方式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